贵妃啊，贵！哎呦，敢若小狗咧情梦空咧，你嘛无声无息，敢若直直咧找贵妃。我有做小狗。哎呦，无错咧做遐久的朋友啊！我若小狗，唔煞变做狗母。啦，贵妃人咧哈？转去啊啦！哈，哎呦，我唔是叫你讲甲老咧啊，你是要放伊走啦？哎呦，你死老头！迄骹骨是生喺伊身躯了，也伊要走，我敢挡会调晓？哎，我看吼，什么人来动都无效啦，可怜。安尼伫咧遮吼，伊安尼互糟蹋啦，也互压啦，也互欺负啦，也搁有吼，有一种人吼，见死不救啦。伊安尼当做敢若无事人共款的啦，你莫怪啦，可怜啦，人迄个高脚插人群吼，也受尽欺负哦。你甲想，无走敢袂用的。这死囡仔，你这死囡仔，无知讲恁老母安尼费心苦神哦，啊你留一个查某囡仔要来互你做某，你怎么袂晓珍惜？安尼甲顾到互伊走去，但是要安怎啊？有啦，是去偌久啊啦？拄啊走。拄我走呢，最近无去车头肉还会付啦，还会付哦。贵妃啊，我一个贵妃啊，贵妃啊，贵妃诶，我一个，我唔食惊，唔食惊。啊！你头拄徛遮是要做几遍，害我走过这边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也唔敢紧甲我来约，你是徛遐是咧招工了。惊咩？吹就吹嘛。贵妃啊，贵妃啊！哦，真可怜啊！有迄个老母就迄个囝。唔是啊。贵妃，你在哪里？我贵母啊，莫安尼休啦！大路头的人遐济，安尼休安尼歹看甲。啊，我伫要找人呢，啊要找人，你无叫对方的名字，对方哪会知影讲我是伫咧找伊啦？我一个贵妃啊，你到底是在哪里啦？好啊啦，母啊，我知影你哦真疼贵妃啊，你咧烦恼伊啦。啊，你毋是较早像咧甲学了好，讲什么贵妃啊人生了最有福气的，伊袂有代志啦。什么底伊袂有代志？贵妃生做太水咧，你知无？伊迄真无安全咧，出来若去互歹人拐去，我看你后工要娶谁做某？哦。母啊，你莫逐家拢甲我讲娶某代志啦。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这吼拢爱靠缘分啦。啊，凡是讲吼，我甲贵妃啊缘分还袂够的啦。什么甲贵妃缘分还袂够？迄著爱靠你家己造成即个缘分啦。缘分毋是用互等的啦，爱用做的啦，你知毋知？好啦，我豆啊做啦。啊你母啊，莫烦恼甲安尼，过去吼，咱转来厝诶，敲电话啊去因兜问看嘛。凡是伊讲吼久无转去啊想厝，啊怎啊转去庄脚行看看无一定咧。贵妃也会转因庄脚，啊转因庄脚，哦，有可能哦。伊若转去庄脚要散心一下哦，安尼咱即摆转来厝诶，啊转来厝敲电话落去庄脚，甲问看伊有转去无？对无？对啦，等。哎呦，贵妃啊！你当时是你哦，啊，阮爱找四界找你找无，你是咧哭安怎？你真无啊！人本来也是要转去阮兜啦，人爸爸所卖记的衫拢也无钱啊，啊，搁要转去摕的时阵，人锁匙搁袂记得摕囥在厝的啊，啊，一直铃啦，叮咚，拢嘛无人出来应门啊，啊，我就想讲恁无伫的，毋知要去倒位，想袂到恁拢来遮。哎呦，你哪会遐尼戆啦？你转去厝二电零二无人，就是因为阮两母仔囝拢出来外口伫咧找你啦。啊，你即摆身躯拢无半仙哦。哎呀！好啦，倒真博遮钱足济，我互你啦。真是啊！你拄仔讲要去倒？要转来庄脚便当啊！安尼毋通，迄钱毋通互你，煞通转去对无？怎么你住伫倒真博遮食用对无？啊，搁伫咧柑仔店遐伫咧上班咧，安尼足自然的啊，哪会转去要创啥啦？对无？那嘛是嘛。是啦，如果你遮人受气的对无吼？即件代志拢你惹起的哦，共好好回一下失礼咧。好嘛，贵妃啊，好啦，莫哭啦。啊，较早吼，拢算我毋对啦，我隆重甲你回一个失礼啦。较大个咧哦。对不起。安尼好无？我甲你讲哦，我即摆会原谅你，毋是因为你甲我回失礼，安尼对不起就会用的哦。我是因为最近不阿姨对我太好咧，所以人才会原谅你。有听到无？母啊，面子拢你的啦。哎呦，
天咧落暗雨我啊，西边哦，佫会出日头出来哦。想袂到你今仔日礼拜日啊，佫会踮厝诶，伫咧看报纸，无出去钓鱼啊吼。哎呦，母啊，你讲这句话安尼，敢是我酸酸哦。啊，我无出去，啊，踮厝诶陪你，敢毋好呀？哎，我毋是讲你陪我毋好啦，对无？你会当陪恁母，恁母是真欢喜啦。啊，我是想讲吼，啊，你若今仔日哪会无去钓鱼啊？我想过啊啦，母啊，你之前咧甲我讲诶，实在对啦。我袂使安尼一日到若有闲就少钓鱼啊，拢无伫咧厝诶。啊，难得讲有闲，我爱踮厝诶，好啊陪母啊，你才对啦。所以我伫咧讲啊，你若安尼吼，趁早将贵妃啊甲娶起来做某，啊，贵妃就是变成我的新妇啊。啊，你将言顺哦，贵妃就会当每工踮厝诶陪我，你就听我去做你的事业，做你去钓鱼拢无要紧啊。哦，母啊，啊你安尼讲起来，敢若袂输讲吼，我无娶贵妃啊袂用诶安尼呢。大概就咧讲贵妃啊，哎，莫讲啊，莫讲啊。毋是啦，我毋是讲吼，一定都爱贵妃来做我的新妇啦。你甲想看嘛，你食到遮济岁安尼，啊你爱参一个女朋友也无，啊无你凊彩嘛讲去交几个女朋友转来，啊若是看会适合，后工甲娶去做某对无？尽量莫互咱多甲后工绝后事啦。哎呦，母啊，袂啦，迄是我缘分还袂到啦。啊无，若像你安尼讲的，啊无安尼啦，规我外口啊，认真交女朋友带转后你看。啊，较讲就讲一句无效啦你。哎。母啊，啊你灌迄罐酒要怎？甲你啉啊？透中昼咧啉酒。哎，透中昼若酒醉加偌自然的了。咱即摆两母仔囝甲啉完咧醉茫茫，啊你搁再用迄招，对贵妃的房间甲杵入去，啊怎啊甲刺落去，啊恁母啊嘛酒醉啊。迄贵妃啊，若咧喝酒人吼，我当作无听的酒醉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过毋免偌久吼，我就听我做阿嬷咯。母啊，即件代志啊真无简单，大家讲的，当我准拄煞了。啊你搁咧想迄？啊无你敢真正你有法度通交女朋友转来互看？哎，母啊，你安尼讲是意思讲吼，我外口真正无法度交女朋友。你若有法度通甲交女朋友转来，我绝对袂搁逼你讲一定要甲贵妃啊做翁仔某。哦，你讲的吼。对。好，我决定出来外口吼，拍女朋友带转后你看。哎呦，赞赞赞赞赞赞！来，酒加真甘加真。来，我给你讲，我给你讲。哎呦！我讲啊。赞，够棒，来，食个饭呢，食袂落啊啦。来，继续，来，恁一杯。时间差不多啊呢，我嘛好转来去公司上班啊啦。啊，你下要加班哦？你毋是讲免加班？哎啦，哪会免加班？啊，好啦，加班。我啥物代？免啦，今条面搁爱饲鸡咧，而且哦，这物件较济无食完，拍算咧。恁两个啊，大大食啦。啊，你哦，安尼先来啊。拜。小日子顺行，小日子顺行。好啊，行种呢，来，恁陪啊。来。哎，芳芳诶，大姐啊，哦，敢若底豆又无底看哦。阮两个搁清心啊，带女朋友来遮啉酒食物件啊。当然啦，恁兜诶，毋是我碰狂啉咧臭单啦，我是无爱交女朋友尔。我若要交女朋友，若凭我一班咧，真是嘞，我若倒顶年干咧，查某仔来一个我抬一个，来两个我抬一箱。你莫查某仔吼，缀伫我后壁吼，规拖拉骨咧排队咧。哎，芳芳诶，听你即摆咧讲诶，敢若无咧碰风诶哦。当然啦。哎，豆，这迄样还阁无算啥咧，人因迄样因公司百几个，但阮头拄仔迄样请这两个吼，算中班的尔咧。中班的还佫有较水。哦，赞哦。是讲吼，咱讲一下正经的啦吼。芳芳诶，大姐，咱三个伫咱即个所在吼，算顶下伙啊嘛。咱交情算赞对无？好朋友对无？当然。啊，即个好朋友，你若讲有去遇到困难的时，咱是毋是爱甲斗相共？
这个迄样的是照讲是迄样爱斗相共啦。但是吼，迄样的缘投的，为什么阮就无使见甲伊斗相共啦？讲实在啦，迄样的平常时啦，阮也毋碰我念的啦，若甲你拍招呼啦，甲你问代志，迄样的你就无使见讲啦，对无？啊，即摆今仔日吼，什么有困难哦，要来找阮哦，我搁考虑看卖啊。大姐，你安尼讲起来，安尼敢若袂是讲哦，我缘投的人安尼做现实的安尼啊？袂啦，袂啦，对不对？大家交情袂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恁今日叫的食吼，你要哦开我的啦。哈？这摊开你的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安尼这件代志我看大条哦。大条，你了大条。无啦，这讲大条嘛是袂介大条啦。啊，讲细条嘛无介细条咧。我是想讲吼，要甲恁做女朋友啦。缘投，你拜托咧，后头女朋友咧用少的哦。我捌听你讲吼，迄落借物件、借东、借西，借钱啦、借面桶、借鞋啊，有诶无诶，哪有人女朋友咧用借的啊？对哦嘛，迄样诶，搁较讲哦，嘛无甲可能甲女朋友借，互你去用，对无？莫安尼啦，你讲什么好朋友含借一个无通？啊，我就真正有困难有需要的嘛，啊，搁再讲啦。啊，你七来啊，坐女朋友啊，坐顶着规拖拉裤的，啊，一个啊借我尔，我是借的，我毋是要借来用的哦。敢若借一个尔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恁若甲我斗相共吼，到时阵吼，我袂互恁食亏啦，袂亏待恁啦，啊。